就快畢業啦，我好唔捨得學校啊，仲有每日陪住我哋嘅老師。係啊，以後都聽唔到佢哋嘅囉嗦啦。嘿，唔好傷心啦，今日我就要用呢一副牌變出我哋班上面最強嘅4大守護神。4大守護神，而家係見證奇蹟嘅時刻，第一位變。你哋今日小測測得好差，唔憂同我留低溫習。不過邊個答啱晒，邊個就有啫喱食。我要。接住落嚟，第二位守護神變。Good morning everyone， 今日咧我哋嚟玩一個好玩嘅英文遊戲啦，大家快啲攞 iPad 出嚟。哇！滅星堂嘅遊戲最好玩啊！我要玩，我要玩。第三位守護神變。同學啊，我哋仲要講道理啊！考試就到啦，我今日要將數學溫庸嘅每一題同你哋講清楚啊！正課太盡責啦，我哋班嘅學習態度都好咗好多。最後一位終極 boss 登場。雖然我哋班最驚吳主任，但係喺佢嘅啟發下，我哋嘅常識同埋電腦都學咗超級多嘅知識。其實呢6年最厲害嘅魔術師係我哋嘅老師。多謝善良嘅邱老師，做咗我哋2年嘅班主任，教咗我哋中文、普通話、音樂。雖然我哋成日激你，不過你仲日日請我哋食啫喱，多謝你。多謝溫柔嘅曾副校長，用好多有趣嘅遊戲帶領我哋行入去英文嘅世界，多謝你。多謝高大威猛嘅鄭副校，不厭其煩咁樣同我哋講道理，仲細心咁樣同我哋解每題嘅數學題，多謝你。多謝吳主任，雖然你有啲嚴格，但係我哋喺你嘅身上學都要對自己要求，不好馬虎。多謝你。當然仲要多謝教我哋視藝科嘅簡主任、梁祝科嘅李老師、圖書科嘅梁老師、鐘校長同埋學校裏面其他嘅老師。多謝你為吳桂明做出咁多嘅榜樣，多謝你。多謝各位老師，我哋畢業啦，拜拜！親愛嘅綠德班同學，呢2年嚟見證住你哋嘅成長同進步，恭喜你哋畢業啦！回憶翻呢2年嘅時間，老師真係見到你哋有好大嘅進步啊！你哋就好似綠德班嘅班徽，係一隻隻勤力嘅工蜂。嚟到今日，你哋即將要飛去更廣闊嘅天空啦！中學嘅生活雖然充滿未知，但係只要帶住呢份工蜂精神，保持勤力嘅態度，拎出堅毅嘅魄力，任何困難都會變成你哋嘅成長養分。我衷心預祝你哋嘅升中生活一切順利，喺新嘅校園入邊繼續展翅高飛，讓做出屬於自己最甜美嘅成果。畢業快樂！